那我们今天第2道菜，我们做甜的。那这道菜的话，在港式餐厅中也会有在卖的一道甜品。那这道甜品的话，也是我最喜欢吃的。那我们现在请雨辰帮我们介绍他今天所做的甜品是哪道料理？那我今天要做的是杨枝甘露。哦，杨枝甘露。对。那杨枝甘露它的起源呢？为什么它叫杨枝甘露？其实杨枝甘露呢，它在1984年左右，在香港的一间酒楼。那因为它的一个主厨想要做一个比较清凉消暑的一个甜点，所以他用芒果做了一个甜点。那它配上的是这个柚子肉，还有葡萄柚肉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西谷米，对，去做了一个甜点。好，那我们请雨辰帮我们开始示范。好，那首先我们先取一锅水，然后开火。那我们一般啊，去杂货店啊或市场就可以买到这种西谷米。那首先我们要先把这个西谷米呢，把它煮熟，然后再来我今天准备的材料有芒果，然后还有这个芒果冰淇淋、柚子肉，还有这个葡萄柚的肉。那如果我们不加葡萄柚的话，那我们还可以加什么水果下去？那我们其实也可以加很多，像西瓜、像野果，或者是一些当季的水果，其实加在里面都是蛮符合的。哇，所以在家里的话，我们也是很方便的去改变它的口味，喜欢吃什么水果，我们都可以加进去。对，没错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。那我们取2锅，一锅是等一下要煮这个西谷米的，那另外一锅呢，我们先来煮糖水。那西谷米的时间差不多要烫多久？大概在7到8分钟左右，我们要到时候煮到它里面的白点消失就可以。白点消失，然后捞起来泡在冰水里面就可以。那首先我们先第一步骤是，那我们取锅之后，我们加水。那加水之后呢，我们就把糖给它下去了，先让糖融化。对。好，那我们水滚了之后呢，我们就把这个西谷米给它放进去。西谷米这样放着的话，它会不会粘住锅底啊？会，所以我们稍微火关小一点，要小火。想到的时候就需要去搅拌它。好，我们糖水呢现在已经煮沸了之后，我们就把它立起来。我们煮沸后的糖水呢，我们现在可以放到冷藏或冰箱里面让它降温。这个是我刚刚已经弄好的糖水，对，它已经降温了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先加入这个芒果果粒，是不是要留一些芒果粒，到时候备用可以对，放在上面。好。一般来说，我们1颗芒果大概1/3是拿来切粒的，那另外2/3是拿来打芒果泥的。那我们加一些糖水，糖水的话呢，我们加3大匙。这个糖水会依照个人的喜好，如果说你不希望喝这么浓，想要喝稀一点的话，我们再适量的加糖水。好，然后再来我们放芒果冰淇淋。那放芒果冰淇淋的用意呢，是让它口感可以更绵密。对，好，接下来我们就盖上调理机，把它打。好，因为我们今天调理机稍微小台一点，那我们就分2次。其实如果在家中的话，要吃到有果粒的话，其实也可以不用打到很碎。对，没错。所以在吃的过程当中，也可以吃得到芒果颗粒这样子。是。哇，浓浓的芒果味已经出来了。对，没错，芒果泥已经完成了。那接下来我们等一下会放上我们的西谷米跟我们的其他的材料。西谷米的话，现在是煮这样子的程度是 OK 的吗？是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泡冰水，那其实泡冰水的时候，它就会变得比较粒粒分明。西谷米是带有点淀粉类，是，所以我们在煮的过程当中的话，要小火下去煮。那煮完之后呢，时间到的话，我们差不多要再焖个5分钟至10分钟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冰镇完呢，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西谷米沥出来，水把它沥出来。好，那我们再来就可以盛盘了。首先我们先放西谷米垫底。那再来就可以下我们的芒果，
芒果泥。对，芒果泥。再来我们就可以放我们的葡萄柚肉跟放我们的果肉。对，果肉。那最后再放上我们的芒果丁。哇，这看起来这一道甜品还蛮丰富的，很多的料。炎炎夏日适合的一个甜品，蛮清爽的一道甜品。对。好，那我们这样就完成了。今天所做的2道料理是属于茶餐厅比较经典，然后我稍微做改良的特色料理。那希望观众会喜欢，谢谢你们。